准备好了吗？这儿比较难打到车，要等会儿才能走。嗯。你是怎么查到领风贸易的？苏董怀疑康明有问题之后，一直暗中观察他，他就怀疑康明跟领风之间有关系，所以我顺藤摸瓜找到了证据。所以账目作假只是你们之前放出的烟雾弹。苏董当时确实被气得口不择言了，但我有基本可以吃。那天那个照片也是你买走的吧？不，是吴东的。那你口才够好的呀。是他会权衡利弊，我告诉他实情之后，他也觉得一家无望，还不如欠我一个人情，让康明觉得手里有把柄，放松警惕，顺便呢，再做点交易。什么交易啊？还没散。你就不打算解释一下吗？雨小了，走吧。康明虽然不如孙俪阴险，但他的手段更加毒辣。你还是大龙的代表人，我不希望你跟我一起出头冒险。高山，我不喜欢被隐瞒，这种感觉很不好。你有设想过未来？当然，说说看。我想成为最厉害的猎头，开一家自己的猎头公司，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小家，跟喜欢的人在一起。